一下。加拿大嘅驕傲，冰酒之王，流傳酒莊。每週專題報導多段香港以至國際嘅矚目新聞，聚焦港人最關心嘅民生話題，並邀請各界人士、學者、專家一齊深入探討個中嘅來龍去脈。宏福苑大火個幾月，災民承受唔同程度嘅心理創傷，佢哋點樣療愈傷痛？港人又點樣應對呢場集體創傷？新聞透視，星期一晚上9:50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日本係漫畫王國喎，突然間你將正經漫畫帶到去日本度，日夜顛倒㗎，真係好辛苦嘅。最嚴重嗰次咧，係整1個月，只係翻咗1次屋企，有個期限我就要出，但係我手頭上好多稿都未做完嘅。嗰陣時咧，我記得我係成日都喊㗎，好大壓力。張文偉喺香港嘅故事，請留意嚟緊呢一輯《恩語之聲》。